高官飲食食稱兄道弟。咁爸爸死嗰陣，我哋掹到車邊入人民大會同公務公園。最當冧嗰陣，喺陳城監獄坐足66日。做人嘅嘢發場夢嘅啫，唔使咁清醒。我保證，你以後無憂無慮。咁咯。買咗啲金啊，唔捨得㗎啦。彪哥，你攞住佢啦，拎到上我呢旁。我呢個大到啦，仔啊你。好啦，咁啊，再嚟睇睇下邊嘅一段 FLV 啦，網上 down 嘅。魏新同埋周慧敏嘅分歧擾攘多時，喺2009年1月5號，兩人終於結為夫婦啦。佢哋兩個低調地選擇咗響飛揚嘅寓所金沙花園嘅屋企註冊，更加請嚟多位好友觀禮，好似古巨基、谷祖琳同埋林以諾牧師等等，見證佢哋兩人嘅承諾。除咗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今天是大年30晚这样子。这样很奇怪，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这个不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我觉得他可以在这里唱这个歌的时候，应该他对这个歌的歌词已经很熟了。可是他表演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前个伤心的理由，他又要顾观众，然後又要顧這裡，所以這很難把自己嘅咁啊 FLV 咧係冇問題㗎啦。睇睇 MKV 咯，720乘480嘅一個 MKV。我拖先。好啦，咁啊睇睇 MOV 啦。睇第二個 MOV 啊，亦都一段720乘480嘅一個視頻。好啦，咁啊，再睇睇
第三個 MOV， 亦都一段720x480嘅一個視頻啦。好啦，再睇睇跟住落嚟呢段 MP4。呢兩個班啲人唱係最啱啦，真係一個中意唱嘅，佢個作嘢真係。你好，你好啊！頒咩獎啊？叫我哋唱作獎啊嘛。唱作獎邊輪到我哋啊？唱作獎唔係你係邊個啊？嚇！你又中意唱下啲嘢，你又中意作大啲嘢咁啊？你話頒唱作獎係最啱。一個成功嘅唱作歌手有好多例子嘅，近啲有周杰倫。啲有譚詠麟，喂，周杰倫我